老板，牛肉粉，粗的，加辣，多油，2个蛋。好嘞，我跟以前一样啊，不要辣，少放油。好嘞。谢谢老板。意思都你疯了啊？谁让你摸摩托车屁股的？馆长，我不吃这碗粉了，我申请主动放弃这碗粉。我是想明白了，我以后啊，真就吃不上这碗粉了。这红旗啊，我扛不动。报告，我想把这碗粉分给义子妈，我一个人吃不完。站住！这么大小伙子吃不完1碗米粉啊？吃完到。直勾勾看着我干什么？班长，这几天我心里一直憋着几句话，我能不能拿这碗粉换您几句真话？真话？说。我们这样训练有什么意义吗？我看过训练章程啊，没有这一条。这是不是你们几位老兵自己自创的？哎呀，夏卓，我听说你是人送外号10万个为什么？班长，这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想知道为什么，这不过分吧？不过分，但是我就不告诉你。所有人给我转，跑快点还能赶上食堂开饭。跑步走。班长，您慢吃。夏卓，你干嘛呀？夏卓，你的儿子出来讲，好，嗨嗨，好吧，我听这几只大鹅这叫声不太对啊，今天。这不是看见他狼大爷回来了吗？高兴。狼大爷舍不得吃你吗？看怎么样？可以呀，成功了，一点不散，真标准哎，这个得，咱们战刃连得去拿那个专利去，申请专利战刃连的专利。扎出林机枪似的。老陈这地方打太基本了，心旷神怡啊，气场好啊，是吧？必须的。我跟你学的。对你这不行，你那人。你看着了，赶紧去食堂吃饭去吧。是，慢吃。报告，干啥？先生，我想不通，想跟你谈一谈。训练上事啊，训练上事你找我也没有用，你得找郎班长。我就是跟郎班长聊不明白，所以才找你聊。哎，你看啊，我现在呢，这个连长只负责训练以外的事儿啊，训练上的事儿你找郎班长，训练以外的事儿你要找我聊聊啊，那可以。啊，那我就跟你聊一聊训练以外的事情。哎，那行，你聊啊，说。我先说说这4位老班长，一个没事天天骑着摩托车去吃湖南米粉，
一个就在养他的大鹅，一个没事就在河边打太极拳，还有一个更可笑，没事就在弄他的蜂窝煤。我们这是王牌好手的选拔营，不是王牌老兵干休所。还有连长，来到这个地方，房间里没有暖气，没有水，没有床也就算了，连每天最基本的训练计划也没有，连训练用的导弹还有发射平台的模型都得自己做。我们是来搞笑的吗？啊？你呢跟我说的这些情况啊，我呀都看在眼里。可是你跟我说没有用啊。行，连长，你管不了，那我也不管了。我们好不容易来到这儿，为的就是学习到更多的知识。行，现在每天我们连干什么我们都不知道。你不知道要干什么吗？不是让你们去做导弹吗？连长，你不觉得这句话更可笑吗？我们是来学习发射导弹的，不是厂家来学做导弹的。这帮老兵是不是看不起我们呀？故意整我们是吧？哎呦，行了行了，别生气，吃饭了，饭一会儿都凉了，啊！连长，你要是这种态度，我也跟你说一句实话，我要是每天再不知道要做什么，我就回去了。哎呀，要走啊？那也行，关键咱们这呢一周啊就一趟车，你要想走啊，还得等到周六。那回去干啥呀？陪连吗？哪来的床啊？我把导弹改了，谁让你改的？我让我改的。我对训练营不满意，班长，我知道你们做有你们的想法，但是对我们这些学员来说，我可以很负责任的代表广大学员告诉你们，我们不喜欢这种方式，你们应该明确的告诉我们每天要训练什么，我们需要做什么。我说夏卓啊，你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是不是？陈班长明天就要给你们上课，教你们导弹基础水平检测。你现在却把做好的导弹改了，改成床了，还公然抬到宿舍里。你是想挑衅我们？班长，我没有要挑衅的意思，我只是觉得有木头就应该有床，没有床也没关系，至少我们应该知道没有床的理由是什么。现在我们不光不知道没有床的理由是什么，我们更不知道为什么每天吃鸡蛋不能把鸡蛋弄破。还有，堂堂一个王牌号手选拔营，做训的导弹和发射平台的模型都是自己做的，这不搞笑吗？行了，夏周，我告诉你，我有我的打法，你有你的活法。你再不在训练营继续待着，我不管。我还是那句话，明天早上8点钟我要上课，我上的第一堂课是导弹基础水平检测的专业概论。我需要模型，这个事儿我交给你了。你今天把模型变成了床，没关系。如果明天早上8点钟以前，这个模型不出现在我课堂上，我跟你没完。班长，您不用跟我没完，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你，这导弹我做不了，你想怎么惩罚我随便。你再说一遍，这导弹我做不了。说一遍，动身。这小孩这这个活做的还真是挺精细的啊！你小子
要是把这点聪明劲儿用在训练上，很快你就会超过我们俩。哎呀，你们这些熊孩子呀，啊，干什么事儿都喜欢问个为什么。为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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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哪儿就那么多为什么了啊？当兵的天职就是服从命令、听从指挥。我们这些老兵能让你们做无用之功吗？啊，能吗？让你们做模型，就是让你们了解导弹的内部。各元器件的尺寸和位置，包鸡蛋，是为了让你们练习手指的灵活度。我们做导弹维修和检测，经常会拆卸一些非常细小的零部件。我们大老爷们的手这么粗糙，一不小心很容易造成零部件的丢失和损伤。你们不会真的以为导弹发射就是摁个按钮这么简单吧？啊？那就让我告诉你们，那需要强健的体魄、顽强的意志、灵巧的双手和烂熟于胸的数据和参数。这几天你们接受的训练就是这些。班长，那养鹅也算吗？养鹅怎么了？我告诉你，在这儿没有一件没有的东西。你以为养鹅为了玩吗？为了吃肉啊！看见鹅棚搭在哪儿了吗？山坡的正下方，路口的正上方。鹅，天然的报警器，见了生人就叫唤。隔100米就是咱们的哨兵。岗哨和路口之间整有一个死角。知道什么呀你？还有，一到夏天，山上的蛇就往下面爬，之前就有士兵被咬过的经历。你们有没有发现，我们的营区周围都撒满了雄黄？可是，一到下雨天，雄黄就被冲走了。恰恰，大鹅的粪便就能阻挡蛇的前进。班长，我知道你们说的都有道理，可是这些事情你们应该提前告诉我们，这样也能提高我们的积极性，至少我们知道我们每天要做什么。我们当年跟我们师傅学手艺的时候，从来不问为什么，也不需要问。你们在这儿学习所有的科目，都是精心安排的。火箭军所有的号位都是个细致活，都需要磨练性格。夏卓，你太着急了。你们这些小子，哎，对了，11点钟左右加一会儿煤，要不然到早上冻死你们。记住了。我刚才太着急了吗？有点急。那你为什么不拉着我？都那样了，我敢吗11点半，记得加煤。哦。全体都有，北面向左转，向连起，站立。
零换整1000，你拿好，整的啊。啊。请个人业务33号顾客到3号窗口办理业务。大礼拜天跑这儿捐款来了？班长，接着写。写完了。哎，你好。完事了？释放了吗？没呢。吃过粉去？行。好了。嗯，行。2份米粉来喽，慢用啊。好吧。我是就爱吃这口啊，甭管走到哪儿，天涯海角，我都得找一个米粉店，吃一个热乎乎的米粉，放点辣椒油，放点醋。算来呗。吃。深藏不露啊！你也是啊？嗨，我那个不用解释，好事儿啊，支持。回头把我们老哥几个也动员动员，凑一凑，算我们一份。别，班长，我就是不想让那么多人知道，所以我才一直没数。吃，一会儿凉。所以说今天要不是你，我还真不知道，这么点钱就能给山区孩子捐一口水井。班长，我虽然平时挺抠门的，但是我灵安帮不是财迷，我呀，捐了多少口啊？捐了多少口了啊？16口了。16口了。上学的时候，我记得我每2个月就能挣3000块钱，一年捐5口，3、5、15，这是我入伍以来捐的第1口。为什么要捐？哎，我们家是大山里的，那个时候缺水，然后要找水的话得整村整村的搬。我爸妈挺舍不得家里的，现在想想，心里还挺难过的。我记得我高中的那个时候，我就捐了第1口气，慢慢就捐到了第16口了。还想继续开车吗？想啊。想不想进战士连？班长，你不予反悔啊！走。答应你的事儿我不会忘。吃。一会儿怎么回家？公交车。电驴想不想尝试一下？我那小电瓶车带你回去。行。你想让黎安邦做你徒弟？是关门大弟子。是咋关门大弟子了呢？我这不是要退了吗？我想在退休之前多带几个徒弟出来。班长啊，你看咱们现在战士连刚成立，你呢就负责训练驾驶员这一块儿，你绝对是专家教授。全连所有的官兵那都是你徒弟，你选谁就是谁。这连安邦啊，他不是咱们连的人呢。废话，那他要在咱们连，我找你干嘛？
啥意思啊？让我把联邦调到咱们连？就按连长说的办。什么跟什么？你什么就我意思办啥呀？你刚才说把联邦调咱们连。别不用你在那给我刨坑。那联邦为什么没进战士连？你心里比我清楚。我是清楚，可是你想想啊，咱们连这些学驾驶这帮孩子，有一个算一个，哪个开车有联邦那2下子？联邦开车那劲头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他来了我可以树一个典型。你干嘛？你要干什么？我问你，联邦是不是找过你？你跟审问我似的，没有啊？真的吗？真的，我老狼什么时候说过假话呀？你撒谎了，你撒谎了！刚才你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你眼睛往右边瞟了一下。瞎说！我跟这本书里面讲的特别明确啊，人撒谎的时候就把眼睛啪一下往那边一瞟。微表不是你一个发射连长，你成天看这书干嘛呀？你看得见敌人微表情吗？你还学微表情？我怎么看不见？我跟你讲，这是科学，这叫科学，你得研究琢磨它，这能判断很多事情。黄文找你了？没有啊，黄文送你的书？没有啊，眼神飘了，眼神飘了，眼神你眼神刚刚绝对飘了。我没飘，我这非常注意这细节，万一就是没错，一点都没飘。行，爱谁给你谁给你的。联盟这事儿，就算我求你了。班长，这么跟你说哈，说正经的，不是我自己不答应。假如因为你一句话，我让他定到咱们战士连了，那你说那些经过千辛万苦考进战士连的人，我怎么跟他们交代？还有那些被淘汰的老兵和新兵们，我怎么跟人解释？我怎么能给人一个公平？要不然这样。借调行不行？把联邦借调到咱们连，他如果表现好呢，你就把他留下；他如果表现不好呢，不用你说话，我就让他滚蛋，行不行？下来啊，我呢，跟指导员好好商量商量。真商量啊？真商量，不敷衍我啊？不敷衍你。你眼神要飘，你眼神要飘。没有什么，别，你都没看过书，你走，当回事啊，当回事啊。你跟黄文注意点啊，你。报告，连长，炊事班出事儿了。能出什么事儿？你快给我看看去吧。您快点。连长干啥呀？你看看，啥意思？不是，咋了？你看看，这招虫子了？这怎么了？这不是连长，这都假的呀？假的？不是，这什么情况啊？这不旅里送补给的时候吗？我们几个可都在现场，然后寻思着把外面这吃完了之后从库里拿出去了嘛，结果打开一看，这全都假的呀！您看看吧，这都面粉。这不就是杀的吗？那冷库里的肉呢？您看看吧，也是假的。这冷库里的肉啊，全都是假的。哎，盒子上写的可明明白白的啊，打开一看，全都是这样的。哎呀，我们要早知道这种情况啊，送来的时候我们就好好查查。我说这什么情况啊？哎，连长，我。你终于发现了，旅长，你说你这是给我们连整了一个下马威，让我搞野外生存的。你说我们连刚成立啊，刚刚进到营区，这荒山野岭的，你说你给我整了一堆假的东西，你让我吃什么呀？是啊，我也想知道你们吃什么呢？那我也想知道我们吃什么呀。
堂堂的精英连队收获的时候干什么去了？是不是觉得一切例行的东西都是稳妥可靠的，不需要过问，闭着眼睛接收就行了？这是和平时期，只要是打起仗来，后方物资运输被敌人中断，或者有人故意调包，你们也闭着眼睛接收吗？不，那你，吕连长，到。导弹接收需要检查，鸡蛋接收也得需要检查。旅长，你这招太狠了。行，我认了，我中招了啊。那你就自己想办法吧。旅长说啥了？说话呀！你喜欢吃野菜不？啊？组长，家底都在这儿了，省着吃也就够1个礼拜的，第8天就得饿着了。丢人啊！防不胜防。这叫什么事儿啊？我也当了10年兵了，这种生存演练我不知道经历多少次了。这种玩法，第一次。哎，你还好意思说呢？当了这么多年的炊事班长了，接受物资不知道验收一下呀？司务长，我总不能每袋米、每袋面我都打开检查一下吧？再说了，就算是演习，也该通知一下吧？这演习就是打仗，打仗还要先通知你啊！我觉得这次旅里做的就特别好，考验一下咱们后勤部门工作做的是不是细致。兵马未动，粮草先行。我们如果连自己手中的食物我们都不知道是真是假，那算了，不说了，我失职。我们也有责任。现在主要的问题就是不知道旅里这次生存演练到底是多长时间。如果是10天，紧吧紧吧，也不至于饿坏。但是这，你想想啊，旅里给了多少真东西，他们心里肯定有数啊。这是卡着点送的，而且也不可能可丁可卯的，练7天给7天的物资。我觉着吧，这日子啊，照半个月去吧。这不全连都上山去挖野菜去了吗？搭配点野菜，半个月总能熬过去吧？高，实在是高，这都赶上南泥湾了。哎呀，哟，挺像。站住！哎，二娃，你看我，你看我这效率一筐了都，是吧？怎么？你这个跟我这个不太一样啊？一样啊，这不绿色的吗？哎呦，班长，这么一筐效率够高的啊！啊，那边好多呢，让我看看。哎呀，作为一个在农村生活了18年的人，我很负责的告诉你，这个是猪草，这个叫山野菜。猪草啊？是啊，在农村，我们都用这个喂猪啊。哎，这么大分别，你看不出来啊？不能啊，这不长得挺像的吗？你看，意思不啊？你什么时候下的？啊？这2个怎么就长得很像了？哎呀，我说这孩子不适合搞导弹检测呀，这样你看导弹电路图，完蛋了呀！哎呀，对呀，猪草，这不长得挺像的吗？啊？这不猪草吗？这好东西这是，给我留着啊！你吃啊？臭小子，什么我吃啊？我的大鹅吃啊！大鹅？我告诉你们啊，谁不许惦记我那大鹅，谁惦记我大鹅，我跟他玩命！
多带点收藏啊！不可能，是。副将军，哎，班长，摘棉花呢？没有啊，这什么呀？这是？这松树糖啊，你不知道？松树糖哦，能吃吗？能啊，你尝尝。香糖香，有松子味儿。这东西我过去好像见过，就是不知道干什么用的。这个啊，这松针呢，在光合作用下产生淀粉和蔗糖，在叶绿体中转化成葡萄糖，给植物体各个部分供能。一部分的淀粉和蔗糖呢，会析出到外面，然后形成这种松树糖。这个松树糖呢，其中糖占65%，松针占15%，剩下的都是水了。虽然呢不能像食物一样抵饿，但是可以缓解人的饥饿感，或许谈得上。你学生物学的？计算机。哎呀，想不想学导弹医生啊？导弹医生？导弹医生、导弹检测，这都是咱们火箭军非常关键的环节啊！班长，这个送给你吧。行，但是我想学发射，我想跟侯基东班长学。班长，我去别的地儿看看。啊。哎呀，老哥几个，跟你们汇报一下啊，最近呢我们都吃不饱饭了，所以也没有那么多的剩饭给你们吃，咱商量商量好不好？那个，你们看啊，就我们都勒紧了裤腰带了，你们也勒紧素子，好不好？这咋还闹情绪了？哎，你们可是我的亲人啊，我走哪儿都带着你们。你到时候我又给你们盖的新家，就是最近这伙食标准实在是上不去了，你就先对付对付吧。其实这也不是对付，这可是好东西啊，这可是我上山亲手采的野菜。哎，现在啊，越是野的它越金贵，好吃着呢，去火。来，这咋还真是不高兴了？不高兴也没办法，我都吃这个了。是啊，你说现在粗粮可比细粮贵啊。这咸菜也太咸了，一根咸菜我能喝1碗粥。这怎么咽得下去啊？我一看就咽不下去，拉嗓子。哎，还是欧阳俊聪明。小周啊，你这个超级大脑应该学着变通。这超级大脑又不是超级大胃，变通啊！你呀，快吃吧。这幸好啊，是在代际库外面，这要在代际库里面，没有吃的，还没有氧，更要命。哇，你别乌鸦嘴啊！这都吃这个了，还待机库呢。
战略连任务前即完毕，1到95人，10到23人，12人待机库正本值班，前指针，转身，上去。讲一下。小鸡，同志们，刚接到旅里的命令，战士连前往阵地待机库进行生存演练，开始时间30分钟之后，结束时间待定。这是一次突发性的生存演练，也是我们战士连自成立以来必须要上交的摸底考试。老兵们都知道，抗缺氧、抗饥饿、抗时差，这是火箭兵进入待机库必须要迈过的3道生存难关。会有很多的困难，但是我们就是要用5米之锤完成一次圆满的射击。出10个人在演习期间看守营区。我念到名字的，出列。陈浩峰，到；陈立，到；杨思路，侯继东，到；郑清，到；高总，侯宇浩，张凯成，到；那博文，欧阳俊，到。你怎么？加油，看真！向前看，全体到右！报告，将战士连新兵欧阳俊请求进入待机库参加生存演练。驳回。向右转，出发！王班长，司部长，就这些，不搬了，走吧。小张，下来吧。司部长，要不要再扛来点？扛什么扛呀？都扛了，你们留守的人喝西北风啊？我就是觉得这……别觉得了，里外都一样啊，不能缺斤短两。走。是。哎，要来2袋。
好，不是，哎，不是，再来2大。别，陈班长，你这都给我们了，你们吃什么呀？苦里缺牙，紧着你们吧，我们没问题，饿不死啊。不是这行了，别你我的了，谁跟谁啊？老陈，啥不说了啊？等演习结束，等补给到位，你看我给你做啥好吃的。行，我等你。谢谢啊。走。陈班长，又演大爷呢，啊，出手阔绰呀，大手一挥，2袋大米。哎，能正经点吗？我喝呀，有东西给我吃吗？又来了。哼，哎呀，你看，等到时候没东西吃了，大伙儿吃不吃你？你去哪儿啊？我去。你别打鹅的主意，等王建民回来找你拼命。哎呦喂！我看看也不行啊。行。哎呦我的妈，这鹅也不放过。报告，去。班长，这是你的住宿安排。留守期间大家住在一块儿，这样是为了方便工作。怎么了？大了个脸跟8万似的。人家是不高兴了，没能进入待机库，以为是首长嫌弃他呢。这照你的意思说，咱们留守的都是怂货啊？亲爱的欧阳军同志，睁开你这个大眼睛，你看看，有一个是怂包吗？班长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真没生气，我就是想不明白，我到底哪儿不行了？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任务不让我参加呀？这留守还不好啊？你知道你是什么样吗？我怎么不知道啊，班长？我又不是没去过。黑白颠倒，缺氧无光，生物钟紊乱。但我来了就是为了干这个的。看看家谁不会呀？班长，我先走了。王亚军，看家谁不会？瞧你这话说的，你以为咱们火箭军的家这么好看呢？你以为是那看大门老大爷，每天收发报纸，给别人指指路？留守车辆需要人保养吧？设备检测需要人吧？应急突发事件是不是需要人？是，我知道班长，但是谁干都行啊，也不缺我一个。那你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都是泛泛之辈？啊，班长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您别误会我。你也知道，我就是想去待机库嘛。进待机库能天天摸导弹吗？班长，您的意思是？没明白啊？啊，班长，您听是不是这个意思啊？我留在这儿就能天天摸车摸导弹，实操和练习的时间比他们都多，对吗？行，孺子可教。我怎么没想到啊？我也想不到啊。班长，我怎么也想不到，接下来这几天咱们兄弟几个能吃点什么啊？伟大的陈班长，大手一挥，拿走，咱们兄弟几个就得喝西北风了。我现在啊，应该找根绳子把你的素质给系上，我让你吃。你点到，哎，这大鹅都会见了没有？刚会见完呀，那几只大鹅排着队，用渴望的眼神看着我，嗷嗷待哺。我一想到接下来要发生在他们身上的悲剧，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。咱们几个就要喝西北风了，咱们给那3只大鹅能吃点什么呀？班长，你刚才说几只大鹅？完了！哎，怎么就完了？4只。4只。我还没来得及。哎。
真的少了一只啊！上午还4只呢。哎，老王带走1只啊？不能啊，班长。王班长走的时候，我特意数了一下，就是4只。他还特意交代我要给这4只鹅喂点水和吃的什么的。你说这鹅圈也没破，它也不可能是自己跑出去的吧？这鹅呀是老王的最爱，他到哪儿鹅到哪儿，4鹅1人，这5位同志是个伴儿。哎，班长，不会这有黄鼠狼吧？这倒没听说过，不过山上有野猪。班长，他们不能少啊，少了我怎么跟王班长交代呀？哎呀。又进待机库了，又要见不到太阳了。什么东西？没看清，跟战刃连核实一下。战刃连，这里是总控室。由于你连刚才大门关闭之前进来一只小动物，由于速度太快没有看清，请你连迅速核实。请你连迅速核实。加油！向右靠，站！向正高，关注！全体加油！向纵中，步步东。报告，连长指导员，刚才在仓库关闭之时，有一只松鼠跑了进来。松鼠？是。呵，好，哎，爬进去了哈。可爱倒是可爱，可这小东西喜欢乱咬，万一咬坏了什么电线电缆或者电气物资就麻烦了。嗯。哎，班长好，班长好，班长好，班长。哎，班长好。说，啊，班长撒泡尿去吗？我不就撒泡尿吗？走。哎。撒泡尿啊！哎。想联邦了吧？想啊。你说这小子要能来咱们连队就好了哈。对呀，其实那天我们连成立誓师大会的时候，我见到他了。其实我觉得这里比旅里的宣传科更适合他。云南帮其实挺有能力的，就是应该认真一些。那就让他认真一些嘛。我告诉你，这待机库门一关，不到你们训练结束可就开不了了啊！明白我意思吧？突然没尿，你尿去啊！我去卫生室去。是。连帮，是我，我想死我了！哎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呢？是
是郎班长还是我的？还是郎班长好啊！哎，我说啊，郎班长怎么跟你说的？郎班长啊，想收我为徒，大老驴死活不让啊！大老驴？吕正连长，老驴。老驴。你继续说，你继续说。我现在不是在咱们旅里帮忙搞摄影吗？这次呢来主要是给咱们战士们训练的时候拍点照片啊，都是郎班长托人运作的啊。郎班长知道要演戏？他不知道啊，但是他打过招呼了啊，说一旦有艰苦的任务的时候，一定要让我好好表现表现。哎，我明白了，借这个机会好好表现，争取将功补过，好早日回到我们战士连。是咱们战士连，咱们战士连啊！你好好表现啊！咱们里应外合，我们铁三角不能没有你。必须的嘛！你先撤啊，别让人给发现了。刚来估计待会儿有可能会集合啊。行，走啊，等你啊，等我。哎呀，太好了！这回总能让这个大老驴让好好表现表现了。连帮到。哎，你说咱俩这是什么样的缘分啊？每次见面都能在厕所里啊？上次呢是在外面，这次呢是在你那儿，挺好啊。那个连长，别叫连长啊，叫老驴。大老驴啊，乐鱼。吕，连帮啊，你砸厕所里死了得了你！来，吃饭了，来，吃啊！两位班长放心，我以后每天都会打扫这个鹅圈的，绝对不会让他们的气味影响吃饭的。够肥啊！可惜没有土豆，这会儿炖土豆啊！班长，不行，不能再少了，再少我没法跟王班长交代了。我过过嘴瘾也不行。哎，那只大鹅可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啊！别瞄，别瞄啊！立正，下一个阵，向前看，小心，立正，连好绳子，全力进关闭，立正，小心，站，小心。两下，小心！咱们这儿啊，来了一个不速之客，大家应该都已经知道了啊，是一只松鼠。我知道，刚搬过来，大家肯定很辛苦，可是没办法，再辛苦一下，务必要把这只松鼠啊给我找到，因为咱们这库里呢，设备多，器材多，线路也多。这松鼠万一不小心咬到哪个地方了，那就叫因小失大。还有些房间呢，有很多精密电子元器件，给我把这种房间啊仔细的搜查清楚，尽可能的把所有的入口都给我堵死了。一旦总控室发现了松鼠的位置，会及时的通知大家。总之啊，抓活的。报告。又怎么了？讲。给我一颗花生，我去抓它。啊，给你一颗花生？对，这么小的事情不用兴师动众，我自己去就行了。行啊，太主，这样，我呀给你2颗花生啊，
咱们这地方这么大，好几层，你告诉我，给你2颗花生，你能怎么的？连长，我要的是1颗花生。好，来，4部长，给他拿花生。连长，最后一次看见松鼠是在哪儿？天棚。行，给我1个小时，我带他来见您。班长，那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哎，你说他邪了门了，我跟连长那总能在厕所遇到，而且每次啊都闹得挺不愉快的。这回我估计我又悬了。那能愉快吗？那能愉快吗？你给领导起外号本来就是大忌，你还管人叫什么？什么大尾驴？我告诉你，要这么叫我，直接抽你了，我都。我费劲巴拉把你弄进来，我就是为了让你表现好一点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想进战士连，吕征必须得先点头，吕征不点头，旅长都没有用。哎，那我怎么办啊？哎，这回这个啥，你抓点紧啊！宣传科的刘科长也说我现在非常的抢手，那技术部门都这样调我过去了。我要是真的被选上了，这不就更麻烦了吗？哎，你还要挟我是吧？哎，你去啊！你到技术部门，你去，现在就去。不，你这样吧，我就吃点亏，我不去了。你帮我再美言几句。我帮你美言，我还帮你修图呢，我还帮你。不想当我徒弟吗？想啊，还别说徒弟了，徒孙都行。徒孙是吧？啊，好，师爷就告诉你几句话。师爷领进，行吗？大门，师爷领进门。修行在个人，这是大学生吗你啊？师爷送你几句话，就1句吧啊，4个字，洗心革什么？革门。革面，革门呢你这给我整慌了都已经。再见。洗心革面。哎，不是师傅，师爷没说完呢。哎，再见，师爷。可以啊，下次太厉害，在哪儿的？可以把你抓到了。哎呀，夏主，你是太厉害了，还真逮着了。好，哎，好，逮住了，快看看，头上还扎着呢，跟刺猬似的，看着。还真逮着活的了啊！哎，讲讲吧，怎么逮着的？讲讲，小意思。哟，什么小意思啊？1颗花生就给逮着了，还小意思啊？准确的来说呢，是半颗花生。哎，赶你的，别在那卖关子，还半颗花生。讲，好吧。哎，你们看看这只可爱的小松鼠啊！松鼠是最有远见的小动物，只要天气一冷，它们就会储藏食物，准备过冬。按照常理，这只松鼠正在寻找坚果。在来代机库的路上，我看见有伐木工人拿着电锯，显然这里正在伐木。松鼠的家可能因为伐木而被毁掉了，它无意间来到这里，想要去寻找食物。攀爬高处是它的习性，因为它认为只要是高处，就一定会有食物。一只受到惊吓一进门就寻找食物的松鼠，肯定是饿了很久。而且松鼠的嗅觉非常的灵敏，只要有一点带有坚果油脂的气味，它都能嗅到。然后呢？其实松鼠不是那么怕人，但是你最好不要从后边摸它，因为它眼睛看得到后面。你从前面这样抚摸它2下，它就能记住你的气味了。你要是那种不招人厌的人，兴许还能跟它做朋友。跟谁说？那你估计做不了朋友跟他。行了，送到王启民值班室去吧。啊？为什么呀？怎么的？你还要养活他呀？留着呗，连长，他毕竟是个活物。你还是活物呢，你们都是，我养你们费不费劲？
送到王启民办公室了啊，就这么定，好了啊。算了吧。班长，听连长的吧，不让送炊事班就不错了。小金鱼，小松鼠。班长啊，这是您养的，这是你抓的？特殊照顾。我这里不是就我一个人吗？养养条小鱼儿也算是个活物。你看红的啊，一个叫小风，一个叫小水。应该还有一只叫小电。呀，你怎么知道啊？这大学生就是聪明，是还有一条黑的，这不老见不着阳光吗？死了。哎呀，你看看多漂亮！看这毛色，大尾巴，你看小眼睛瞅咱俩呢。我估计他饿了，我好像还有半袋饼干，我去找找去啊！我找找。班长啊，这儿呢，连长课批，司部长数着料给我的。哟，这还有这好东西呢，这真好。来。是吧？合适吗？有什么不合适的？啊？拍什么照啊？跟我们一块练？对啊，一块练啊。都是同一年的兵，又是同学，你就好意思在人家训练的时候拍照片吗？啊？火力害怕，不甘心，我来就是要当火箭军，我要当王牌奥手。摄影机不是我的武器，照片不是我的阵地，我是你跟大家一块训练。连吗？是，会是。报告班长，列兵欧阳俊参加实纵操作，集合完毕。应到5人，实当1人，1人在卫生室值班，其余3人在各岗哨执勤，请您指示。
这3位同志怎么回事啊？加上欧阳俊同志，刚好凑一个将。班长，我实在不放心他们，放别地又不太合适，所以我给他编了个筐，就拎到这儿来。你咋不给他编个床啊？胡闹！欧阳军，你是不是认不清问题？这是什么地方？训练场。我们4个老兵教你一个，你带3只大鹅来，玩呢？闹呢？装可爱呢？不是，班长，你什么你？不就丢了一只大鹅吗？又没有丢一枚导弹，走哪儿带哪儿，成何体统？欧阳军，到，赶快找个地方给安置，本来还要训练呢。是，3分钟，快，是。来，大家，车，你们刚才那个。小朱，这小子还能坚持下来吗？还有10秒，得坚持下来。 9、8、7、6、5、4、走。3、2、1，进。林阳帮你什么情况？报告，我没事。平板支撑不是我的强项，我的强项是俯卧撑。你能做多少个？我做的不是一般的俯卧撑，我做的是机场俯卧撑。我先来50个。你做的什么俯卧撑？机场俯卧撑。你确定吗？确定。你能做吗？我能做。你做。是。 别扶！不能扶！别扶！报告！刚才皮板支撑消耗了我的体力，我现在来蛙跳。做什么？蛙跳！你跳个屁！你跳！吴队委，是。先往右看，进。 向前干！5分钟结束，准备开办。是。你帮我看一下子，接点水，这我的，谢谢啊。欧阳俊，我不会给鹅看病。吃点啥呢？水、草行吧？啊，等着啊。
现在我们进行实装演示，不是每一个新兵都有这样的机会的。欧阳军，到。你仔细看，看完了之后，我有问题要问你。是。收上级信息：导弹系统家电、导弹弹体家电、导弹系统家电、导弹弹体家电、导弹参数校对进入发射流程。导弹参数校对进入发射流程。看清楚了吗？报告，看清楚了。看清楚什么了？看清楚4位号手严格执行教材规定的全部操作流程，非常棒。好，我问你3个问题，如果你都回答上来了，明天我就安排你上车实操。是。复述刚才的发射流程。4号手主电源开始供电，车载系统开始供电，全车曲力供电，检测全车温度，密集监视各系统温度。3号手系统家电、计算机家电，设置系统模式、系统测试，发射诸元计算，设置发射控制模式，随时接收上级火力信息。2号手导弹弹体家电、导弹系统家电、导弹参数校对，开始进入瞄准程序，传输火力诸元，加载火力诸元。行，你这是在背教程啊？班长，好像这就是流程。那我问你，1号指挥号手按照标准程序从车后绕到通讯号手站位了吗？我从车前绕的还是从车后绕的？第2个问题，侧发控号手在传输火力诸元时用的是 A1还是 C2？ A1，C2，通波频率是多少？没记清。第3个问题，发射架起数用了多少时间呢？25秒。我问的不是标准数值。班长，我没数。好，我来回答你这3个问题。第1个问题，我是按照流程从车前绕到通讯号手站位的，我做的没有错，你答对了，但是又改口了，说明你心里没有底，也就是没有看清楚。第2个问题，侧发控号手
先启用了 A1频道接通旅址，再传输火力支援时，切换成了 C2，为的是防止敌方的通讯追踪。第3个问题，标准的起诉时间应该是25秒，但是今天却用了30秒。液压前臂明显起始动力不足，造成了5秒钟的延误。当然，都是这台训练车所模拟出来的。但是，一个发射架4个号手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眼观6路，耳听8方，整个流程每一个动作每1秒的流失，心里都应该清清楚楚。因为在战场上，绝没有今天这样风和日丽。报告，每一个人都按照本职工作做好不就可以了吗？如果每一个人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，那么所有的人，整体不都是好了吗？你说的非常好。如果每个人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的同时，又能兼顾一下自己的队友，那是什么？是不是锦上添花？王军，今天是给你上的第一课，在战场上决定胜利的，不仅仅是100%不失误和完美操纵，那是火箭军的基础，必备的，应当应分的。决定胜利的是101%。我明白了，班长。战刃连的兵没有100分，只有101分。多出来的1分，就是要比敌人多1分，这1分就是决胜的关键，对吧，班长？谢谢班长。郎班长，郎哥，郎叔啊，哎呦，我呀不瞎我都看着呢，对吧？但是那淘汰了就是淘汰了，我不能把人家招回来，那别人怎么看我？你不拘一格降人才嘛？得了吧，啥人才啊？联邦啥人才？咱部队要是成立小卖部，你放心，我肯定招他当部长啊！我这一碗水给端平了，是不是？不是大老驴，你刚入伍那会儿，刚到咱们旅的时候，你说你打多少次架？那炊事班养猪那小崔那脸让你挠跟花瓜似的。那旅长开除你了，旅长把你扫地出门啦，那不还是因为你业务强吗？对吧？你驾驶和发控一条龙，你牛啊！对呀，旅长说的都是实际情况，就这么回事啊。啊，旅长是能看到人才的呀。是，告诉你，你们战刃还没成立的时候，旅长就找我谈过话啊，他希望我带出10几个像样的驾驶员来，啊，我得竖个标杆啊。联邦我已经算进去了，咋的啊，班长？你那意思，你现在带的10几个徒弟都没有联邦强？他确实没有。哎呦，得了，我不跟你说啥呀？你又来。你看，我开多少年车了啊？我开快30年车了。那谁是不是这块材料？是什么样的材料？他能雕出什么样？他手一搭方向盘，我就知道。就这小子，对这油门转速和驾驶空间感之间那个毫厘之差的那个敏感度啊，我说了可能你也不懂，就那个敏感度，不比我差。啊，行啊，反正总之他就是个天生的驾驶员。可是你让他拍啥照片啊？你把这人才往哪儿用呢？你没听说过一招鲜吃遍天吗？班长啊，咱们成立战刃连的目的，是培养全执行选手，一专多能。你看，多能完了还是什么？一专吧，得有一专吧？啊，你看通讯我也行啊，侧发控我也可以吧？我这一专就驾驶啊。这你给联邦一个机会，联邦会还你个惊喜，好不好？哼，行不行啊？他要是不行，不用你说，我自己让他滚蛋。